我哋馬上就要踏入一年之中陰氣最重、磁場最詭異，亦都係最容易出事嘅農曆7月。好多人一聽到農曆7月呢4個字，個心就已經嚇到慌晒，覺得夜晚唔好出夜街，去游水又怕出意外，做生意又驚破財，成個月提心吊膽，甚至乎見到街邊燒衣紙都兜路走。我今日企喺度，用我幾十年嘅風水命理經驗，好嚴肅、好認真咁話俾你知。你哋淨係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農曆7月陰氣重，鬼門開，呢個係事實。但係喺我哋正統嘅玄學秘術入面，有句說話叫做陰極必生陽，大煞伴大財。你以為農曆7月淨係得衰嘢？錯啦，大錯特錯。農曆7月其實係一年之中橫財運最猛烈、最容易令人一夜暴富嘅黃金月份，特別係有3大生肖。你哋喺農曆7月嘅本命磁場係最弱、最容易受到外界干擾嘅。你哋極度容易中招，一旦中招，無端端就會大病一場，甚至乎俾人呃光大半生嘅血汗錢同埋棺材本，搞到傾家蕩產。但係大師今日同你講句定心丸，只要你聽我勸，做啱呢一個動作，你唔單止可以平平安安度過呢個空月，仲可以完美利用農曆7月嘅極陰之氣，借力打力，化陰為財，將嗰啲原本企圖傷害你嘅衰氣煞氣，全部變成滾滾而嚟嘅橫財，直頭夠你暴富10年。快啲睇下有冇你同埋你嘅屋企人，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出化煞為財，百毒不侵8個大字，幫全家人立個強大嘅護身罩，擋住啲陰煞之氣先。我哋馬上為你詳細拆解。喺未講邊3個生肖之前，我必須同大家徹徹底底咁搞清楚一個玄學原理。點解農曆7月明明係鬼月，反而係暴富嘅黃金月？好多人學風水學嗰啲唔學啲，根本唔明白宇宙陰陽交替嘅底層邏輯。農曆7月喺地支入面叫做新月，新月正值初秋，係4季之中由炎熱嘅夏天轉入秋天嘅交界點。夏天屬火，秋天屬金，新月就係金氣剛剛萌芽，準備大爆發嘅時候。金代表咩啊？金就係真金白銀，就係大財。但係初秋嘅金氣帶住一種肅殺之氣，加上傳統習俗上鬼門大開，天地間嘅陰氣極度鼎盛。你哋要明白一個好深奧嘅命理真相，喺我哋玄學上，正財即係你打工賺翻嚟嘅辛勞錢係屬陽嘅，而偏財橫財突然之間中獎或者爆發嘅大筆財富，全部都係屬陰嘅。所有極大嘅意外之財背後都帶住極重嘅陰氣。普通人如果平時氣場弱或者撞正流年不利，當呢啲帶住陰氣嘅巨大橫財砸落嚟嘅時候，你根本就接唔住。你接唔住呢股強大嘅陰氣，就會反噬你，變成令你破財嘅陷阱，令你生病嘅病魔，或者令你惹上官非嘅災難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喺農曆7月無端端破大財嘅原因。但係如果你懂得運用風水秘術，懂得點樣將自己嘅磁場調和，你就可以好似打太極咁，4兩撥千斤，將呢股龐大嘅陰氣馴服，轉化為催旺你自己嘅極端財運。你想喺農曆7月接住呢筆大橫財，即刻喺留言區打個接財接福。你個心夠定，意念夠強，財神爺先會放心揾上門。喺正式講生肖之前，我先同大家講一樣非常重要嘅嘢。點樣先知自己最近係咪已經開始受陰氣影響？中招之前有冇預兆？有嘅，而且非常之明顯。只要你細心觀察自己同屋企人以下7個身體同生活細節，中咗2個以上，就證明你嘅氣場已經開始轉弱，陰煞之氣埋咗身，一定要及早化解。第一個預兆就係無端端整日攰，瞓極都瞓唔夠，明明夜晚早就瞓足8、9個鐘，第二日起身仲係眼瞓無神，行2步就喘氣，做乜都提唔起勁。呢種唔係普通嘅疲勞，而係你嘅陽氣被周圍嘅陰氣慢慢消耗，身體喺度發出警號。我有個舊客，舊年就係咁，成日話自己好似俾人抽乾咗精力，返工坐喺度都能打瞌睡。後來先發現佢屋企門口擺咗盆枯死咗好耐嘅植物，陰氣重到不得了，清走之後先至慢慢恢復精神。第二個預兆就係失眠多夢，成日夢到舊人怪事。一到夜晚瞓覺就發亂七八糟嘅夢，要麼夢到已經過身嘅親戚朋友，要麼夢到自己行夜路俾人追。醒咗之後一身汗，個心砰砰跳，嚴重嘅甚至乎瞓到半夜突然醒，覺得房入面有人周身唔自在。呢個就係陰氣入侵你嘅睡眠磁場，擾亂你嘅魂魄。
長期落去精神會越嚟越差，運氣都會越嚟越低。第三個預兆就係耳仔嗡嗡聲，或者成日好似聽到有人叫你名，特別係夜晚安靜嘅時候，耳仔裏面無端端出現嗡嗡聲、吱吱聲，又或者行路睇電視嘅時候，隱隱約約聽到有人叫你個名，轉頭一望又根本冇人。遇到呢種情況，千祈唔好亂應，一應就容易惹嘢上身。呢個係陰煞試探你嘅最常見方式。第四個預兆就係經常整爛嘢、整唔見嘢。呢排明明平時好小心，但係整親手、整爛杯碗、跌爛電話，又或者鎖匙、銀包、證件無端端唔見，揾極都揾唔到。過幾日又莫名其妙喺奇怪嘅地方出現，呢啲都係氣場紊亂嘅表現。煞氣開始干擾你嘅生活小事，再唔處理就會變成大破財、大災禍。第五個預兆就係行運突然跌到落谷底，乜都唔順。明明之前好好地，呢排突然之間做乜都碰壁約客，臨時甩底返工，被老闆鬧，搭車又塞車又誤點，飲涼水都塞牙，小事不順，累積落去就會變成大事破財。呢個就係陰氣擋住咗你嘅財路同貴人運，令你周身滯。第六個預兆就係屋企嘅小動物同小朋友突然變得反常。屋企嘅貓成日對住某個角落炸毛蝦氣，狗仔對住門口亂吠，又或者細路仔無端端夜晚喊醒話怕黑怕。有叔叔阿姨小朋友同動物嘅感應能力比大人強好多，佢哋感覺到唔乾淨嘅氣場先會有咁反常嘅反應。第七個預兆就係無端端聞到怪味，感覺到凍。明明屋企打掃得好乾淨，但係某一個角落成日有陣霉味或者一陣冰冷嘅感覺，行過嗰度會打冷震起雞皮。呢個就係陰氣凝聚喺嗰個位置，已經形成咗小煞位，再唔清理就會越聚越重。大家而家可以靜低心對一對，中咗一樣，兩樣就屬於輕微影響，做好日常避忌就冇事。中咗三樣以上，就一定要認真睇完後面嘅化解方法，跟住做先可以保平安，接住財運。而家覺得自己中咗招嘅朋友，喺留言區打個平安大吉，先將個心安落嚟，氣場揾咗煞氣先唔容易入侵。好啦，我哋即刻嚟講第一個喺農曆7月及2中招破財，但化解之後財運大爆發嘅生肖就係屬豬嘅朋友。屬豬嘅人五行屬水，去到農曆7月新月金能生水，原本係相生嘅格局，但係因為農曆7月嘅金氣太寒，陰氣太重，搞到屬豬嘅人喺呢個月會出現一種水寒陰冷嘅狀態。呢種狀態喺現實生活中會點樣表現出嚟？就係你嘅同情心會突然之間泛濫到一個失去理智嘅地步，我哋俗稱叫做鬼閉眼。屬豬嘅人天生就心軟，唔識得拒絕人。一到農曆7月，陰氣一衝你個大腦，你最容易中嘅就係人情騙局同埋暗箭煞。你會突然發現身邊多咗好多人走嚟同你訴苦，可能係識咗好耐，但平時少聯絡嘅親戚，無端端喊住打俾你話生意失敗，急需一筆錢救命。可能係你平時好信任嘅好朋友，叫你幫手做個擔保，甚至乎係街邊三唔識七，着住西裝滿口專業名詞嘅神棍，向你推銷一啲回報率極高嘅理財產品或者神級保健品。你平時明明好精明，但喺農曆7月呢個特殊磁場下，你望住佢哋可憐嘅樣，或者聽住佢哋天花龍鳳嘅承諾，你個腦會突然一片空白，覺得幫下人冇所謂。或者覺得真係有大錢賺，結果你一落碟一簽字一過數，你辛苦儲落嘅血汗錢棺材本即刻清零，渣都冇得剩。我同大家講個真實嘅血淋淋案例。我以前有個客陳阿姨，屬豬嘅份人好好，平時喺街市買餸，見到啲執紙皮嘅婆婆都會主動俾幾十蚊人哋。有一年農曆7月，佢去公園晨運識咗個後生仔，個後生仔口甜舌滑，日日陪佢傾偈。氹到陳阿姨認埋佢做契仔，個契仔話自己喺外國做緊個極高回報嘅內部投資項目，差幾十萬就可以啟動，賺到錢會買大屋接陳阿姨去住。陳阿姨當時真係好似被鬼迷咁，瞞住自己啲親生仔女，將成100萬嘅定期存款全部攞晒出嚟交俾個契仔。結果農曆7月個契仔就人間蒸發電話打唔通，人影都揾唔到。陳阿姨知道被呃之後，激到心臟病發，入咗急症室，差啲連條命都冇埋。呢個就係農曆7月屬豬人最典型嘅破財劫。所以屬豬嘅朋友，下個月你一定要做到一樣嘢，就係鐵石心腸。
無論邊個行埋嚟同你借錢，叫你做擔保，叫你投資，你一律同我狠心拒絕。你大可以話屋企啲錢全部鎖死咗喺定期，或者話另一半管住晒，一毫子都拎唔出。你千萬唔好覺得唔好意思，因為你拒絕嘅唔係朋友，而係企圖吸乾你財氣嘅陰煞。只要你喺農曆7月守得住嗰個荷包，做到一毛不拔立秋之後，神奇嘅反轉就會出現。因為你斬斷咗呢啲小人嘅吸血管道，你嘅本命水氣會變得極之純淨。秋天一到，你身邊嗰啲虛情假意嘅小人會自動暴露真面目，並遠離你，取而代之嘅係極強嘅暗財運。你可能會突然收到一筆意外嘅保險回報、遺產繼承，或者你之前一啲無心插柳嘅長線投資會突然暴漲。你嘅財富會喺無聲無息之中幾倍咁往上滾，安安穩穩咁做個隱形富豪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講第二個喺農曆7月極度兇險，隨時惹上血光之災同大破財嘅生肖，就係屬虎嘅朋友。喺12地支入面，虎係人，而農曆7月係新人新相沖，呢個係命理學上最激烈、最火爆、破壞力最強嘅六沖之一。屬虎嘅人天生自尊心強，脾氣本身就比較剛烈。一到農曆7月，人生大沖，就好似火星撞落地球咁。你喺呢個月就好似一粒隨時會爆嘅計時炸彈，隨時隨地都會引爆陰氣入體，加上命理相沖，會搞到屬虎嘅人晚晚失眠，多夢易醒，日頭精神極度恍惚，但係脾氣就出奇地暴躁。你好容易喺街度因為少少摩擦就同人起衝突，例如排隊被人打尖，揸車被人吠兩下。你平時可能忍下就算，但農曆7月你會控制唔到自己，衝落車同人面紅耳熱大打出手。又或者喺公司因為少少意見不合，你就拍台鬧老細鬧大客，呢啲衝動嘅代價係極之沉重嘅。你一發火就正正跌入咗陰煞布下嘅陷阱，你分分鐘會因為打交而惹上官非，被人告上法庭，要賠上一大筆醫藥費同律師費。又或者因為揸車發脾氣而發生嚴重嘅交通意外，搞到見血受傷，車毀人傷。喺公司得罪人，直接連份工都冇埋，斷晒條米路。呢啲全部都係因為情緒失控而引發嘅血光破財大劫。所以我喺度發出最嚴厲嘅風水警告：屬虎嘅朋友，成個農曆7月，你絕對唔可以去夜街。天黑之後乖乖地留喺屋企，打死都唔好去深山老林、水庫、海灘呢啲陰氣極重嘅地方。更加要避開一切燈紅酒綠、品流複雜嘅陰暗娛樂場所。好似酒吧、夜總會、地下賭檔呢啲地方，磁場極度混濁，你一入去理智就會被徹底蒙蔽。如果有人喺呢個月挑釁你、激怒你，你一定要喺心入面默定，忍一時風平浪靜，你當佢係透明，千祈唔好同佢嘈。但係人生相沖係咪淨係得衰嘢？絕對唔係易經，講求變通沖，代表住變動，代表住打破僵局。只要你控制得住自己嘅脾氣，唔好惹是生非，你可以主動將呢股相沖嘅強大能量轉化為走東求財嘅無敵動力。農曆7月屬虎嘅人唔好坐喺冷氣房等運到，你要主動出擊，主動去外地出差，去跑業務，去開拓全新嘅市場，甚至係準備搬屋轉工。你越係周圍走動，你嘅財運就越旺。你將衝動化為行動，農曆7月一個立秋嘅金氣一鞏固你嘅正財同事業，就會猶如猛虎下山，無人能擋。你會喺變動之中揾到極大嘅商機，簽到大單，業績有核爆級嘅增長。呢10年嘅大老闆地位，你坐得穩穩陣陣，無人可以撼動。第三個喺農曆7月極易中招，特別容易因為人際關係同感情而破大財嘅生肖，就係屬蛇嘅朋友。蛇喺地支入面叫做巳巳同農曆7月嘅申，關係非常之複雜。佢哋既係相合又係相刑，叫做巳申合化水，兼且大刑。呢個命理格局反映喺現實生活入面就係一種表面和諧，但背後暗流湧動，隨時準備捅你一刀嘅危險狀態。屬蛇嘅人天生心思細密，防備心本來好強，但係喺農曆7月陰氣會擾亂你嘅第六感，你會發現身邊突然出現極多虛情假意嘅爛桃花同埋假兄弟。呢啲人表面上同你合作無間，對你關懷備至，事事順從你嘅意思，令你放低晒所有戒心，將佢哋當做心腹知己或者靈魂伴侶。但其實佢哋心入面盤算緊點樣謀奪你嘅財產。
如果你係做生意嘅，你最信任嘅拍檔或者得力助手，可能正喺度暗中轉移你公司嘅資產，偷你嘅客底，甚至私下接單落自己袋。如果你係單身或者感情生活有空虛嘅，你極容易喺呢個月遇到桃花劫，一個看似完美嘅異性出現，用甜言蜜語將你浸死，然後就開始以各種理由問你攞錢，話幫你投資，話屋企有急事，等你將成副身家奉獻俾佢之後，佢就毫不留情咁轉身走人，留低你一個人喺度人財兩空，傷心欲絕。大師喺度點醒所有屬蛇嘅朋友，農曆7月凡係無端端對你獻殷勤，主動請你食飯，突然對你特別好嘅人，你當佢係鬼咁避開就啱啦。你記住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無事獻殷勤，非奸即盜。喺公司入面，所有重要嘅文件、合約、銀行戶口密碼，全部要親自把關，絕對唔可以假手於人。面對突然出現嘅熱情桃花，你一定要保持極度嘅冷靜，用理智去分析，千萬唔好被感情沖昏頭腦。只要你喺農曆7月做到冷眼旁觀，斬斷呢啲試圖吸你血嘅爛桃花同假朋友，你嘅本命磁場就會瞬間恢復清靜同強大。因為時身相合嘅真正威力，在於你剔除咗雜質之後，會引嚟真正嘅貴人。秋天一到，金水相生，真正賞識你嘅大金主、有實力嘅終極貴人就會隆重登場。佢哋唔會同你花言巧語，而係會帶着實實在在嘅大項目、大資金嚟揾你合作。你將會簽訂一份可以食足10年嘅長期豐厚合約，或者獲得一份極高薪酬嘅核心職位。你嘅財富會喺穩健之中直線上升，晚年絕對係非富即貴。講完3個最容易中招嘅生肖，好多朋友一定想問，大師，就算我唔係呢3個生肖，平時出街返工應酬見客，有冇啲地方係農曆7月千祈唔好去㗎？有，今日我一次過同大家點名5個農曆7月嘅高危禁地，能避就避，避唔到都教你點樣平安過渡，唔好陰差陽錯惹禍上身。第一個高危地方就係深夜嘅海邊水庫、山間溪流。農曆7月水屬陰，深夜嘅水邊陰氣最盛，最容易有磁場紊亂嘅情況。好多人以為夏日夜晚去沙灘吹風好舒服，其實農曆7月夜晚去水邊好容易被陰氣侵體，輕則感冒發燒、行運低迷，重則容易發生意外遇溺出事。就算係日頭去游水，都盡量唔好去偏僻無人嘅野灘水庫。要去就去多人光線足嘅正規泳池。如果真係要去海邊，記得帶多件紅色嘅衫或者飾物。落去之前喺岸邊企定3秒，心裏默念路過借過有怪莫怪，唔好喺水邊講唔吉利嘅說話。第二個高危地方就係醫院、殯儀館、墳場、廢棄老屋呢類陰氣極重嘅場所。醫院日日都有人生老病死，磁場非常混雜。廢棄老屋長期冇人住，聚滿陰寒之氣。農曆7月盡量唔好去探病，尤其係探重病病危嘅人，逼不得已要去就一定要着鮮色嘅衫。入去之前搓熱雙手，摸下額頭，帶住陽氣入去。千祈唔好喺醫院走廊、樓梯口周圍亂睇亂影相。出咗門口之後要跨3次腳先好返屋企。返屋企第一件事就係換衫洗手，將外面嘅氣場隔離開。第3個高危地方就係十字路口、三叉路口嘅角落位。傳統上農曆7月燒衣紙，好多人都會揀路口燒。呢啲地方係陰靈聚集嘅通道，夜晚行路盡量唔好踩人家燒完嘅衣紙灰，唔好踢路邊嘅祭品，更加唔好企喺路口中間長時間傾偈等人。如果唔小心踩到，就隨口講句對唔住借過，唔好唔當回事。特別提醒細路仔同老人家，夜晚唔好喺路口追跑打鬧，氣場弱嘅好容易被沖親。第4個高危地方就係無人嘅電梯、停車場、樓梯底，呢啲密閉又陰暗嘅地方，陽氣不足，陰氣最容易積聚。農曆夜晚返屋企，入電梯之前，如果裏面得你一個人，又或者感覺入面凍冰冰，你可以等下一班，唔好硬住頭皮入停車場，盡量停喺光猛靠近出口嘅位置，唔好停喺角落柱子後面。夜晚落樓梯唔好回頭望，有人叫你名千祈唔好亂應，一直行到有光有人嘅地方就安全。第5個高危地方就係酒吧、夜總會、地下賭檔呢類燈紅酒綠嘅場所。呢啲地方本身品流複雜，加上酒精、噪音會擾亂人嘅理智。農曆7月去呢啲地方最容易惹是非同人爭執，甚至乎惹上爛桃花，俾人落降頭。
好多人喺呢度認識嘅朋友拍檔，轉頭就呃你錢出賣，你就係因為呢度嘅磁場會吸引虛情假意嘅人。如果逼不得已要去應酬，千祈唔好飲醉，唔好隨便接陌生人嘅飲品，早啲走，唔好留到深夜。講完唔好去嘅地方，我再教大家3個隨身護身手訣，日日出門前做一次，簡單又有效，等於帶咗個護身符喺身。第一個，出門前用右手拇指按3下自己嘅額頭，即係印堂位置，每按1下心裏默念陽氣護身，將自己嘅陽氣提上嚟陰煞，就唔容易埋身。第二個，銀包或者袋入面放一小包粗鹽，或者放個1蚊硬幣。金屬同粗鹽都能辟邪，擋住唔乾淨嘅氣場。第3個，夜歸返屋企，入門口之前先拍3下三袖，打3下腳先開門入屋，寓意拍走身上嘅衰氣，唔好將外面嘅陰氣帶返屋企。呢啲都係舉手之勞，但係關鍵時刻真係可以幫你擋好多麻煩，大家一定要記低。講完呢3個極易中招嘅生肖同日常秘技，如果你冇講中，你都千祈唔好掉以輕心。農曆7月嘅陰氣彌漫，成個天地影響根本唔分人，普通人只要時運稍為低少少，或者屋企風水有少少破綻，一樣會被陰煞之氣入侵，搞到周身病痛，無端端破財。大師既然將問題講得咁嚴重，自然唔會由得你哋自生自滅。而家我就要教大家究竟做啱邊一個動作，可以將農曆7月嘅極陰之氣徹底馴服，強制轉化為幫你吸納橫財，保你暴富10年嘅終極大陣。大家一定要豎起耳仔，聽清楚每一個細節，做錯一步都唔得。聽日一早你要去揾一個全新嘅乾淨嘅紅包，即係利是封，記住一定要係冇用過嘅，最好係純紅色，上面無多餘嘅花巧圖案。紅色喺玄學入面代表至陽之火，係所有陰邪之物最忌憚嘅顏色。揾到利是封之後，你要喺屋企嘅米缸度攞出7粒生嘅糙米，如果冇糙米，用普通嘅白米都得，但一定要係生嘅完整無缺嘅。或者你去廚房切7塊薄薄嘅新鮮生薑片，米係5穀之首，吸收咗大地嘅精華同陽光，代表住無盡嘅生機同陽氣。生薑就係極陽發散之物，專克陰寒晦氣。你將呢7粒米或者7塊薑片放入利是封入面，呢個動作叫做裝入陽氣，幫個利是封注入鎮邪嘅靈魂。跟住落嚟，你要放入財引，即係引領財富嘅引子。你去攞少少廚房用嘅粗海鹽，記住一定要係粗鹽1小撮就夠。再揾一個1蚊硬幣或者一個古銅錢，用清水洗得乾乾淨淨，抹乾。佢將粗鹽同埋個硬幣一齊放入頭先嗰個裝住米嘅利是封入面。粗鹽嘅作用係辟邪化煞，吸收周圍嘅負能量。而金屬硬幣5行屬金，代表住真金白銀嘅財氣。當陽氣化煞物同埋財星集合喺一個紅包入面，呢個法器就已經大功告成。最後一步亦都係啟動大陣嘅關鍵。你將呢個封好嘅利是封穩穩陣陣咁壓喺你每晚瞓覺嘅床褥底下，最好係壓喺你腰部對落嘅位置。又或者如果你想保護全家人，你可以將佢壓喺大門口入面嗰張地氈嘅底下。呢個陣法喺我哋蘇派秘術入面有一個響當當嘅名，叫做7星化陰聚財局。當你將呢個陣布好之後，神奇嘅化學反應就會發生。成個農曆7月，無論外面嘅陰氣有幾重，當呢啲氣場企圖入侵你睡房或者大門嘅時候，床褥底或者地氈底嘅7星聚財局就會立刻發動紅包同新米，會將陰氣死擋住粗鹽，會將煞氣過濾淨化。然後最精妙嘅地方嚟啦，淨化後嘅能量會被轉化為催旺嗰個硬幣嘅純粹財氣，即係話外面嘅陰氣越猛烈，你個陣吸收到嘅財氣就越強大。佢會喺你瞓覺嘅時候，或者你全家人出入嘅時候，將呢啲源源不絕嘅財氣注入你哋嘅命宮。等到農曆7月過完，即係農曆8月初1嗰朝早，你要親手將呢個利是封攞出嚟，將入面嘅米薑粗鹽連埋個紅包，全部裝入一個膠袋，直接揼落街邊嘅垃圾桶，代表將一切災厄送走。然後將入面嗰個1蚊硬幣攞出嚟，用呢個硬幣去便利店買粒糖，或者買包紙巾，總之一定要將佢使出去。呢個動作叫做財氣流通。你將吸滿宇宙能量嘅硬幣使出去，就等於打開咗你個財富嘅開關。我保證你下半年嘅財運就會好似火山爆發咁勢不可擋。
各種揾錢嘅機會、意外嘅橫財會湧住埋嚟，保你暴富10年，絕對唔係夢。除咗呢個主力大陣之外，我再教大家3個簡單到不得了嘅農曆7月輕量催財法，每日花1分鐘就得，配合個大陣一齊做化煞，求財效果翻倍，唔使花錢，人人都做得到。第一個催財法就係每日朝早開門迎財。每日朝早7點到9點辰時，陽氣最盛嘅時候，你將屋企大門完全打開，站喺門內，向住外面深呼吸3下，心裏默念今日開門迎吉氣，金銀財寶入屋嚟，然後用手輕輕向自己方向招3下，寓意將外面嘅吉氣財氣招入屋。做呢個動作之前，一定要將大門口打掃乾淨，唔好垃圾雜物塞住門口，否則財氣入唔到。呢個動作雖然簡單，但日日堅持就等於每日同宇宙下求財訂單，積累落嚟威力好大。第二個催財法就係米缸添財法。農曆7月每個月嘅初1同15，你去買啲新米翻嚟，將屋企嘅米缸添滿。米缸代表財富，米缸滿就等於財富滿。添米嘅時候可以放3個1蚊硬幣埋喺米入面，寓意米中生金，衣食無憂。記住米缸千祈唔好見底。見底就等於財富空咗，非常唔吉利。平時煮食嘅時候，盡量唔好將米煮到一粒不成，留少少喺度，叫做有剩有餘，財運先會長長久久。第3個催財法就係錢包旺財法。農曆7月將你嘅銀包整理一次，將入面嘅舊收據、爛鈔票、過期卡片全部清走。銀包入面嘅錢要擺得整整齊齊，由大到小排好。銀包就係你隨身嘅小財富，入面亂七八糟，財運自然都亂七八糟。整理好之後，可以放一張嶄新嘅100元鈔票喺銀包最入面，當做財母，寓意錢生錢越嚟越多。千祈唔好用爛咗甩皮嘅銀包，銀包爛就等於財富穿窿，揾幾多都漏走晒。換個新銀包等於換個新財富，農曆7月換就最適合。不過呢3個小方法全部都係隨手就能做嘅小事。但係風水就係咁，細節決定成敗，你做得越足，財運就越旺。大家記住，風水陣法講求嘅係誠心同埋規矩。報咗呢個7星化陰聚財局之後，為咗確保個陣唔會破功，農曆7月有3件極度危險嘅禁忌，你絕對唔可以做。第一，夜晚千祈唔好將啲衫褲晾喺露台或者窗外過夜。農曆7月夜晚陰氣甚猛，游離嘅磁場最層主依附喺潮濕嘅衣物上面。你第2日將吸滿陰氣嘅衫着上身，就等於將晦氣着上身，化煞陣都救你唔到。入黑前一定要將所有衫收翻入屋。第2，大門口嘅玄關夜晚一定要留一盞長明燈，唔好為咗慳少少電費而熄晒全屋啲燈，財神怕黑，邪氣起暗。門口有盞暖色嘅長明燈，可以保住屋企嘅陽氣不滅，令財神爺認得路入屋。第3，夜晚喺屋企或者出街，千祈唔好靠住牆邊行，更加唔好無端端企喺牆角發呆。牆壁係陰氣最容易凝聚嘅路線，你貼住牆行，極容易同負能量磁場發生碰撞，搞到自己精神萎靡，運氣大跌。只要你避開呢3樣禁忌，你個聚財大陣就會發揮出200%嘅威力。講完唔可以做嘅同埋要做嘅陣法，我同大家講句心底話，好多人以為農曆7月淨係要避要防，其實唔係，農曆7月先至係一年之中積德行善、積累福報最快嘅月份。點解？因為呢個月陰靈多、苦難多。你呢個月做一件善事，福報等於平時做10件，上天睇得特別清楚，回報亦都特別厚。但係行善都有方法，唔係亂捐錢、亂布施，就叫積德做得唔對，反而會惹麻煩。首先同大家講，農曆7月最啱做嘅3種善事，福報最大。第一種就係布施食物俾有需要嘅人，例如見到街邊嘅長者、露宿者，買個麵包、買支水俾佢哋，又或者捐米捐食物去慈善機構幫助肚餓嘅人。布施食物係財布施入面最穩陣嘅，能夠快速積累福報，幫你同屋企人消災解難。特別係農曆7月14前後，布施食物嘅功德更加大，能夠幫你化解好多無形嘅災劫。第2種就係幫老人家、幫有需要嘅人解決困難，例如屋企附近嘅獨居老人，你得閒幫佢哋買餸、整下電器，又或者捐錢幫助病童、貧困學生。呢種無畏布施幫人脫離困境，積累嘅福報最深厚，能夠幫你擋掉血光之災、重病之災。好多人行運突然好起嚟。
就係因為之前默默做咗呢類善事，福報成熟咗，運氣自然就翻身。第三種就係放生，但係一定要正確放生。好多人農曆7月買一大堆魚龜去海邊放生，以為係積德，其實亂放生反而係造業。比如將淡水魚放去海入面，亂將外來物種放入本地水域，害死啲動物之餘，仲整壞本地環境。咁樣非但冇福報，仲會折福。正確嘅放生應該係買本地原生嘅魚蝦龜，放去適合佢哋生存嘅地方。放之前唔好折騰，佢哋放咗之後唔好再捉返嚟。如果唔識點樣放生，倒不如捐錢去正規嘅放生機構，或者索性唔放，免得好心做壞事。仲有一樣嘢要提醒大家，行善千祈唔好四處張揚。你做咗好事，周圍同親戚朋友吹水，發朋友圈炫耀，咁樣福報就會散晒，得個虛名，冇實際好處。真正嘅積德係默默去做，唔俾人知，咁樣福報先會積累得厚，先會真正回報到你同你嘅家人身上。你默默行善，上天自然會記晒數，時候到咗，自然會賜俾你平安同財富。各位朋友，農曆7月雖然危機四伏，但只要我哋懂得順應天道，運用老祖宗留落嚟嘅風水智慧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防煞之心更不可無，我哋一樣可以喺逆境之中揾到發達嘅契機。我今日苦口婆心，毫無保留咁將呢啲天機同秘術分享俾大家，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，唔好被啲無謂嘅煞氣搞到傾家蕩產。我強烈建議你睇完今日呢條片，千萬唔好當古仔聽完，就算你一定要即刻點擊分享按鈕，將呢條關乎身家性命嘅影片轉發去你哋嘅家族群度，或者直接私信發俾你嘅父母、伴侶同埋仔女。睇老人家同後生仔未必識呢啲秘技，你提醒佢哋農曆7月要小心，教佢哋喺床底擺好個化煞嗰陣，你幫屋企人擋災祈福，免受陰氣侵擾。呢份孝心同愛心就係世間上最大嘅善業，上天一定會睇得清清楚楚，將10倍、100倍嘅福報同橫財賜俾你，同你嘅家人，保佑你哋家族興旺，功德無量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玄學命理夠通透，急出嘅風水陣法真係非常實用，而且俾到你極大嘅安全感，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，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鈴鐺，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智慧同正能量嘅大家庭。咁樣以後每逢有重大嘅節氣交替、星象變動，或者有更多簡單靈驗嘅保命催財秘訣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通知，保證你喺未來嘅日子裏面趨吉避凶，財源廣進。最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，用你最虔誠、最渴望平安富貴嘅心，喺評論區打出化煞為財、暴富10年呢8個大字，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一份強烈祈願，亦都係你正式啟動化陰為財磁場嘅宣示。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，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，將最強大、最純正嘅平安招財旺氣送俾你哋每一位。祝願大家農曆7月出入平安，百毒不侵，下半年財神自動入屋，正財偏財齊齊爆發，一家人齊齊整整，健康長壽。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，我哋下期節目再為大家拆解更多玄學天機，祝大家發大財，下次見。